点传是好。各位台北，大家午安。点传是午安。先从上天主义啦吼，咱叫这个议会吼，同出去同大家互相合手啦。若到这中途吼，我看到你我就欢喜啦。其实讲我咧困中头吼，这个到时吼，我比较担忧吼，我嘛感觉吼，你吼咧困中头吼，我咧爱困爱困吼，我听讲道理吼，即摆讲到尾就习惯啦吼，比较困难吼，看着大家吼，精神就来啦。所以讲你互我欢喜吼，所以我袂困去啦，所以讲吼，这大家互相啦吼，我咧讲你若茫困啦，安尼，大家互相吼，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啦吼，伊这中道是也上歹讲，因为吼无依交契吼，大家吼，讲道理的人做讲师一定爱有标准，你若讲迄，虽然你做我讲，毋过你讲迄吼平音的吼。所以讲，咱咧讲道理爱有平者，我平者，平者就对啦。你若拢讲平音的哦，平音就想要讲迄随便听安尼，道理讲都好，毋过听到就袂歹，就问题啊。所以讲吼，你有重有平，有较好的道理，较正确的道理，较观优秀化，表示讲确实就是安尼，无你讲吼，讲迄无人无咧，也是讲迄平音的吼，有当时啊，使大家爱困，迄讲书嘛，即个教练啊，所以讲中道是啥，他会迄阵咯，建议就比讲空道咯，互伊讲的，到无讲啊时阵咯，我要讲中道吼，无简单的，迄爱有吼，中心点注意中心点的，少爷爱甲注意中心点的，所以讲互我有当时啊，伫厝吼，含咧困都歹困呢。就要开始听故事呢，迄故事开始说呢，上啊，就种的就种的道理呢，就搁互会欢喜呢，家己袂使受一把，咱袂使受，所以讲好咱爱搁用尽心思啦，因为甲无有当时啊会讲咱毋过讲笑我毋则讲笑因为你咧困，我才就讲你若有咧困，我是有咧讲但是讲的拢有下道理。爱下道理，袂使讲干那讲笑，安尼无下，安尼较无下。所以讲看兄弟姊妹的需要，咱来对症下药。这段呢，就是咱的迄个国家，甲迄个咱的新果是中心负责。所以讲咱若要甲讲起来，真福气，嘛真享受，一点钟。请两个节目，新果加国家，这对于咱做宗教也好的优惠啦，免甲你收钱的啦，这种优惠啦，这种优惠啦，对于咱教会，因为呢，这阵呢，咱来请奖品的新果这个歌手来甲咱进弄提规，互咱迄个突破关好安尼啦咱。现在就来邀请咱中平的神鼓了